咁我 check 過啦，維基百科講嘅嘢呢，基本上同三國志都符合。佢係維基百科跟三國志多嘅佢，同埋資治通鑑啦。咁佢啲過程都好足跟到，所以應該都可以放心相信呢個維基百科。今鋪相信佢住先啦。咁但係你見到我仲有其他嘢做旁證，有好多嘢講。如果官渡之戰呢，大家會諗起啲咩？因為官渡之戰係三國嘅三大戰役之一啊嘛。三大戰役邊三寨啊？其實赤壁啦、官渡同埋係咪夷陵之戰啊？三大戰役冇記錯就係呢三個係嘛？咁佢呢個呢，就係點解呢個咁重要呢？就係曹操統一北方嘅基礎嘅一場戰爭，即係佢打贏述學呢場呢，就奠定咗佢打贏袁紹個勢力嘅一個大仗嚟嘅。因為呢個時候嘅袁紹呢，係坐擁4個州嘅，大家知唔知？知唔知邊4個？我一定，我頭先我唔記得開添，早知開定幅地圖出嚟先。等等啊，即刻撳。係總4個州嘅。呢個時候嘅袁紹呢，係啱啱打完公孫瓚，統一埋幽州。原本公孫瓚喺幽州度啦，咁佢統一埋。咁佢而家就幽、冀、并、青州4州。佢呢就打完呢場仗之後就元氣大傷，之後就不久，好似2、3年之內呢就死埋，自己瓜埋老襯。咁佢嗰2個仔就爭死啦，喺呢4個州度係咁自己互毆內戰，就係袁譚同袁尚。結果係袁譚輸咗啦，跟住就袁尚呢都俾曹操打到一仆一碌，仲要打到出去要去揾外族幫手嘅。如果你之後呢段故仔又有幾場仗可以講嘅，不過我哋今日淨係集中講官渡之戰先。咁其他嗰啲仗呢，官渡之戰之後，曹操點樣統一埋呢4個州呢？咁呢啲遲啲就再講，睇下有冇機會。咁佢係揾咗呢個烏衡同埋遼東嘅公孫康幫手嘅，咁但係結果係俾公孫康斬咗頭嘅，係啊，簡單咁講咗啦。咁而家我哋就入正題，就睇下呢個官渡之戰嗰個由頭到尾嘅經過，同埋我哋會分析埋呢個官渡之戰嘅關鍵，有幾個關鍵位同埋勝敗嘅原因。咁呢，呢場戰爭呢，就發生喺建安5年，康顯帝呢個時候，康顯帝就係俾阿曹操挾天子令諸侯，所以而家係許都度，即係許昌，東都許昌。咁曹操就同袁紹呢，就喺官渡就打咗一場世紀大戰啦。咁就呢個就係我頭先啱啱已經講咗好多啦，令到袁紹軍隊就步入衰退嘅一場戰爭。咁呢，我哋睇下背景先。背景呢，就曹操認咗天子啦，就遷到咗許昌啦，就勢力大增啦。佢呢個時候呢，就已經打敗咗呂布噶啦。大家記唔記得呂布幾時死？有睇過《呂布傳》就應該知道係198年死嘅，即係建安3年。咁佢就之後打完呂布，即係打埋袁術，所以佢就係霸咗4個州嘅。佢大概都霸咗4個州嘅。又開翻幅地圖出嚟俾大家睇啦。4個州呢，就係銳州、徐州，徐州就係呂布唔係喎，銳州、豫州同埋施州，因為佢打埋關中嗰啲地㗎啦，已經即係應該打咗張濟嗰啲州嘅。所以之後佢個仔張繡就係去另起爐灶，走咗之後就係另起爐灶，就繼續對抗曹操嘅。咁但係喺官渡之戰發生之前呢，張繡都暫時投降咗俾曹操嘅。咁之後張繡再反咗幾次啦。咁呢啲又係另外一段故仔啦。有興趣再睇，即係宛城之戰嗰啲，就有時間我哋再講，又係另外一條支線嚟嘅。咁呢度呢。所以佢而家揸住施州、銳州同埋豫州嘅。咁徐州點解冇呢？因為佢係之前幫劉備打呂布啊嘛。咁打完之後，劉備霸住咗徐州嘅。
但係佢呢，去打呢個官渡之戰之前呢，佢都要係為咗消滅呢啲後患呢，佢都打咗徐州嘅，即係打走咗阿劉備。咁呢度我一陣間會講嘅，呢段故就會講嘅，放心，因為都係涉及官渡之戰嘅參與武將嘅勢力分佈。咁呢度呢，咁建安4年即係199年呢，就袁紹就打贏咗公孫瓚啦，就頭先我咁講啦，打咗4個，連結咗烏桓，即係外族喺北面嘅，喺幽州上邊嘅。咁所以黃河以北嘅地方咧，全部都係佢啦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呢場仗咧係黃河喺呢度冇寫過黃河喺邊，大概係依度啦，黃河咁樣樣嘅，咁樣啦。黃河呢個長江啊嘛，好似長江呢度，黃河呢度。咁所以黃河以北咧就係袁紹，黃河以東就係呢個曹操嘅。咁咧，咁呢兩個大勢力咧，始終都要打一場㗎啦，因為佢哋兩個嗱，大家啱啱講完啦，即係。每個勢力都霸咗4個州，咁大家都知道漢朝係有13個州噶嘛，咁兩個夾埋已經等於霸咗8個州啊，即係等於差唔多三分二嘅天下都俾佢哋兩個勢力霸晒，咁佢哋一定係一山不能藏二虎，所以佢哋一定要打嘅。咁呢度呢，但係呢個時候呢，都係曹操弱勢緊嘅。咁點解呢？大家都係4個州，咁點解你覺得點解會曹操弱勢？諗唔諗到？曹操嘅弱勢呢，一嚟呢就係佢嘅地理位置，佢霸住呢4個州呢，係1、2、3、4，係啊，呢4個州，再擁走少少，再霸埋即係呢度有少少嘅。咁呢4個州呢，就係個地理位置極差嘅，你見到下邊係連接咗幾個地方嘅，即係呢度漢族馬騰嘅地方啦，跟住呢度就係劉表啦，荊州劉表啦，跟住下邊就係有孫策喺度嘅。咁嗰時袁術冇咗啦，咁所以呢度江東孫策就統治緊揚州，咁所以佢都受孫策嘅威脅。孫策係江東之猛虎，所以都好恐怖。咁多個勢力最恐怖就係孫策咯，佢最驚應該都係孫策。咁跟住中間呢度有啲張繡嗰啲少少勢力喺度啦，咁就所以佢都危險。呢個地理位置四面受敵，見到係爭海軍，好彩冇美國嗰陣冇海軍打嚟，如果唔係都會不得了，陷入危機，一定迅速滅亡呢個曹操。咁佢但係咧相反袁紹咧，你見到個地理位置咧係除咗係得外族嘅啫，上面北面。西面咧都係外族，咁佢咧真正連接嘅邊界三個群雄之中係得曹操，所以係得曹操係對佢有威脅，係冇後顧之憂嘅，佢係非常之有利。咁佢更加聯合埋阿烏桓，即係外族依度依忽嘅其中一個外族啦，咁所以係好穩陣嘅佢呢個時候。咁咧佢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咧，就係呢4個州咧年年征戰啊，尤其是施州啦，長安喺呢度嘛，咁係由東漢末年一直打黃巾之亂，黃巾之亂基本上都係依嘅幾個地方度打嚟打去，去到下邊啦，少少依度都有嘅，所以大部分時間都係依個中原啦。咁佢呢4個州其實食正晒戰亂之地嘅，即係漢末動盪最嚴重嘅4個嘅地方範圍咧，都係喺呢4個州裏邊。咁所以其實咧，佢哋呢個地方係殘破到不得了嘅，所以佢哋個糧草你見到曹操咧幾次都係糧草不繼啊嘛，呢場戰爭咧糧草都係關鍵所在。咁跟住呢4個州咧就有啲糧草係非常之缺乏嘅，總之呢度窮到窿嘅地方，因為戰亂嘅關係，咁所以呢個時候嘅曹操咧非常之弱勢，就係咁解。大家同樣4個州，但係嗰4個州嘅軍力嗰個地方係完全唔同。
咁佢咧啱啱講咗啦，袁紹冇後顧之憂，地廣人眾咧，佢可以動員嘅兵力達到10萬以上嘅。咁曹操就四面受敵啦，咁就已經總括晒我啱啱講嘅嘢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你睇咧嗰個武將分佈嘅兩邊咧，嗰個能人，即係文官武將都好強大，你見到文官打文官都有得打嘅，武將嚟講咧就應該曹操勁啲嘅，你見到，尤其是顏良、文醜開頭就死咗，咁就搞到曹操嘅武將能力係高佢幾廿班。咁呢度咧就你見到啦，曹洪、張遼、于禁、夏侯淵、樂進全部都五虎將咧，其實呢度攞咗已經四虎喺呢度。咁所以咧，武將嚟講咧就曹操係有優勢嘅，但係文官咧，即係軍師謀士嗰啲咧，就大家都差唔多啫。講真，因為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。程昱就冇出幾場，佢就留守咗喺邳城嘅，咁所以就唔計佢啦當，咁就有呢三個啦，再加埋賈去中途加入就可能都唔計啦，但得三個比較勁嘅人喺度，咁荀彧雖然留守許都咧，但係都俾咗啲建議啊曹操，咁我哋一陣間都會講到。但係相反咧，袁紹啲文官咧係勁好，即係充足過佢好多嘅，即係有郭圖啊，呢個唔識讀添，因為扯手啊讀，有邊讀邊冇邊讀字。田豐就俾人未開戰之前又俾人拉咗坐監，咁所以冇計。田豐可以講下喎，呢段古仔又係要講下，《三國演義》好似冇講。佢咧就話田豐咧就即係袁紹呢場戰爭係袁紹發動噶嘛，即係袁紹去打曹操噶嘛。咁佢就發動之前咧問咗好多文官點樣嘅，打唔打得過大家？眾卿家有何意見咁樣啦？跟住就田豐就舉手反對嘅，咁佢就話唔好打。因為曹操個原因我唔係幾記得，因為呢度佢冇講。總之佢反對咗啦，跟住就袁紹就不滿，因為佢心裏邊咧一直都已經立定堅定係要打啦。咁見到有人反對，即刻想斬嘅，但係就俾人勸咗，就淨係拉佢坐監啦。跟住佢就話：等我翻嚟贏咗之後，翻嚟就再斬你。話我贏唔到噶啦，契弟咁樣樣。所以就坐咗監。咁之後田豐都好慘嘅，真係翻咗嚟之後咧，阿袁紹打輸咗都照斬佢。咁呢度後邊可能得閒會講下嘅，個形勢大概係咁啦。